阿公，医生就甲你讲，你的脚无好，你搁爬爬走。你若是搁……哎呀，你哦，如果甲你妈妈共款啰嗦。妈就烦恼你啊！伊搁敲电话叫我较紧转来呢。哎呀，我啰嗦哎！阿公叫毋知规场好好徛伫遮，你互你食。哪有这？我的金孙爱食啥，我哪会毋知影？不过阿公，拢油起呢。等你等伤久，到底嘛油去。歹势啦，阿公，我最近工课较无用，我就较少转来。少年人无用才好啊，对吧？你有交女朋友无？无啦，我哪有时间交女朋友？哪会无？我这金孙生到这缘投咧。唉，是讲日子啊，过了欢喜啊就好了。你过了欢喜无？好，来对。阿公，你要创啊？阿公，金孙啊，莫哭，你若欢喜哦，阿公就欢喜啊。司机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下就好，谢谢。